我遮真正有影足里边的啦，就叫做凉水。哦，因为以前啉这冷的，就是凉嘛，迄凉水摕来啦。哦，饮料啦，饮料就是凉水啦。是。阿雄我这边吼，就较亲像花艺掀过来，翻过来，阮好多手切茶，哦，手摇饮，手切茶嘛袂歹呢。爱切嘛真流行啦。对。因为我感觉若凉水，足侪物件拢叫凉水嘛，所以较歹分辨。啊，这因为摇来摇去，手切水就精准的，就是迄个一字对一字。啊，对。我是感觉因为我讲拢讲凉水啦，所以我讲应该是凉水吧。较想影真侪人在讲。对啊。这手摇饮这种树吼，嘛无讲介久啦吼，就是800年代以后才有的啦。吼，对中南部开始流行，就是迄嘛可能会使算是一种宣传的美角啦吼，迄个撇步啦吼，就是讲就摕一个迄 shake 杯伫遐安尼切，对，就迄个有泡有啊，当然你讲重点是切啦。重点是切，所以讲切仔茶嘛，有人讲切仔茶，切仔茶吼，就甲咱切仔面安尼，切仔茶安尼，凉水当然是传统的讲法，讲所有迄凉的饮料拢是算凉水啦。